以色列同伊朗連日交火，以色列表明要摧毀伊朗核計劃，而以軍已經攻擊在南分支嘅核設施，但面對福爾多有民宿設施，以色列就未能行動。福爾多有民宿設施位於新山地下80到90米深，而且受到防空系統保護，難以被普通導彈或需要動用美國標姆克星炸彈先至。我想做真平話電腦嘅，如果我真平好搞笑，接連投放嘅話就會炸得越深，而家以色列冇呢種炸彈，亦都冇人大家就高度關注美國總統特朗普會唔會出動 B-2轟炸機同標姆克星協助以色列進一步打擊伊朗核計劃。不過國際原子能機構就已經警告，如果襲擊福爾多有民宿設施，或者會增加喺嗰個地區泄漏放射性物質嘅機率。